入境事務處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轄下其中一支紀律部隊。呢支執法與服務並重嘅入境事務隊伍，時刻守在最前線，為市民盡心把關。我哋嘅理想係要成為世界上以能幹同效率稱冠嘅入境事務隊伍，致力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及繁榮嘅城市。香港係國際金融、貿易、物流及旅遊中心。每一位經陸路、海路、航空交通入境嘅旅客，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管制部人員肩負保障香港安全嘅把關工作，同時為數量不斷上升嘅訪港旅客提供便捷有禮嘅服務。香港採取開放嘅入境政策，目前約有170個國家同地區嘅人士可以免簽證訪港。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計劃成員，已登記嘅商界人士亦都可以免簽證往來成員地區。香港係世界上其中一個率先大規模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嘅城市。我哋早於2004年推出 e 道，大大提升各管制站嘅通關效率及服務質素。現時我哋有數百條 e 道服務旅客，數量更係不斷增加，而 e 道累積嘅使用人次數以億計。我哋亦不斷簡化旅客出入境手續，提升口岸設施。深圳灣口岸提供一地兩檢客貨通關服務，旅客可以喺旅檢大樓內辦理香港及深圳兩地嘅出入境檢查手續，過關更為方便。因應跨境學童嘅需要，我哋增設跨境學童簡易過關程序，亦實施免下車過關檢查，提升學童通關嘅便利同安全。機場、港澳碼頭同落馬洲管制站更係24小時運作。隨住更多新口岸設施相繼落成，將進一步方便旅客。喺提供便捷服務嘅同時，我哋亦都嚴防不受歡迎人物入境，確保香港係一個安全同穩定嘅城市。入境事務處與時並進，多年嚟推出唔同嘅入境計劃，積極配合香港嘅發展方向，為香港輸入優秀人才同埋專業人士。佢哋唔單止推動工商業嘅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更帶動香港嘅文化邁向國際。呢啲計劃包括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一般就業計劃同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具認可資歷嘅優秀人才、專業人士同埋投資者來港，為本港帶嚟資金、新科技同埋專業知識。此外，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更進一步吸引合資格嘅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者回港工作，藉以優化香港嘅人力資源同埋加強競爭力。入境事務處喺維持社會安定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我哋積極打擊同埋檢控違反出入境相關條例嘅人士，當中包括非法勞工同埋僱用佢哋嘅僱主，更會喺有需要嘅時候聯合其他政府部門採取執法行動，保障本地工人嘅就業機會。反偷渡情報局一直致力打擊跨國偷渡及行使偽造旅行證件等罪行，並不斷執行各項行動，成功遏止跨國嘅非法移民同埋偷運人口嘅活動。此外，入境事務處對非法入境者及不受歡迎人物執行遣送及遞解離境令，亦負責審核免遣返申請。我哋亦都管理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專為根據入境條例被羈留或者等候遣返嘅人士而設。中心內嘅入境事務人員會接受防暴武器同埋戰術等訓練。入境事務處與本地、內地同埋海外嘅執法部門及駐港領事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交流專業知識及情報資訊，一同打擊出入境相關罪行。
入境事務處負責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處理國籍申請。我哋亦都負責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現時有超過140個國家同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者落地簽證安排。隨住越嚟越多港人出外公幹及旅遊，我哋特別成立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隨時為身在境外陷於困境嘅港人提供一切可行協助。駐內地辦事處嘅入境事務組亦會為喺內地遇上危難嘅香港居民提供緊急支援，外遊提示登記服務，方便已登記嘅香港居民喺外地亦都可以接收與外遊警示有關嘅最新資訊，同埋讓本處人員喺有需要嘅時候聯繫佢哋。入境事務處喺市民嘅人生不同階段提供服務，包括辦理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以及簽發高度防偽旅行證件同埋智能身份證等。我哋推出多項嶄新嘅便民服務，例如特區護照自助服務站，為市民提供一站式互動申請平台；婚姻監禮人計劃，更打破以往婚禮壽時間同埋地點嘅限制，讓準新人有更多選擇。入境事務處匯合創意及科技，策劃及引進新嘅資訊系統，提升部門嘅人力資源運用，為市民提供高效嘅服務，配合部門嘅持續發展。EDO作為21世紀香港10大傑出工程項目之一，係我哋引以為榮嘅一套出入境系統。我哋不斷優化EDO嘅通關效率，除咗推出快捷EDO之外，亦都擴充EDO嘅服務對象，包括研發咗全球首條具備語音功能嘅EDO，讓視障人士使用，亦都積極與外地簽訂EDO合作協議。我哋正分階段讓香港居民及合資格嘅訪港旅客以自助方式辦理出入境手續，而車輛EDO更為跨境司機提供便捷嘅出入境服務。此外，24小時運作嘅企業系統管理中心監察入境事務處所有電腦系統嘅運作，讓我哋更靈活咁調配前線人員。生物特徵技術加上人工智能嘅電子腦袋，可以自動批核旅行證件嘅申請。個案簡易處理系統將處理申請程序電腦化，創造無紙化環境，提升工作效率。我哋亦都推出多項電子服務，方便市民透過互聯網享用預約、遞交及查詢申請進度等服務。入境事務處優質高效嘅服務廣受市民好評，喺服務同創新領域中多次榮獲本地及國際獎項。優秀嘅人力資源係入境事務處嘅寶貴資產，亦都係確保部門持續發展嘅重要元素。要成為一支專業高效嘅團隊，關鍵在於每一位入境事務處人員能夠發揮所長，同埋致力提供優質嘅服務。入境事務學院唔單止提供入職及在職培訓，更加會安排職員到各地交流，擴闊視野，豐富專業知識，以配合社會不斷轉變嘅需要及加強與同業之間嘅聯繫。部門亦都與前線人員建立雙向嘅溝通渠道，致力加強人員嘅歸屬感，同埋提升團隊精神。入境事務處推廣關顧管理，培養和諧互信嘅部門文化，鼓勵同事追求卓越，以服務市民為己任。入境事務處執法與服務並重，工作任重道遠。我哋會秉承以民為本、精益求精、創新進取嘅專業團隊精神，克服各種挑戰，為香港嘅長期繁榮安定作出貢獻。